Hello 啊，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到由亞洲糖尿病基金會舉辦嘅賽馬會精準防控早發性糖尿病計劃嘅講座系列喎。我哋每個月都會請嚟唔同嘅專家同大家分享翻唔同健康嘅資訊㗎喎。咁賽馬會精準防控早發性糖尿病計劃咧，係由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糖尿病及肥胖症研究所、亞洲糖尿病基金會以及聖亞國福群會合作舉辦，並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㗎。咁呢個計劃係香港首個結合嘅基因嚟識別有早發性糖尿病高風險嘅人士去參加一個為期2年嘅計劃，希望可以及早識別啦、預防啦同埋延緩患上糖尿病嘅喎。咁今日我哋好榮幸可以請到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名譽教授許世全教授同大家分享翻如何實踐運動控血糖嘅喎。咁如果大家喺個講座期間有咩問題啦，都可以我哋直播間留言發問嘅。咁講座完咗之後許教授都可以解答翻大家嘅。咁我哋而家事不宜遲，有請許教授。好，各位朋友，你哋好吓，好高興今日有機會同大家嚟到分享關於糖尿病嘅問題，特別係針對翻呢個運動嗰個控制咧，點樣對糖尿病嘅幫助嘅。咁我今日咧會可能咧就一開始上稍稍講咗先糖尿病一啲嘅資訊先啦，然後跟住咧就係會針對咧今日講個主題咧就講個運動嘅對糖尿病嘅控制嘅。咁我而家首先就先係嚟到分享嗰個PowerPoint，俾大家可以一邊聽一邊喺度睇住嗰個PowerPoint 啦。好，係咪而家大家都睇到咧？畫面上面有一個 PowerPoint 題目就係如何實踐運動控血糖嘅一個題目咧。係啦，如果睇唔到咧，請大家出聲下。咁如果係 OK。即係冇大家係冇反應嘅話咧，即係表示係睇到啦，係咪？嗱，咁我自己本身係體育運動科學系嘅榮休教授，亦都係一個客座教授嚟嘅。咁就而家就去咗澳門大學嗰度噶啦。咁就今日個題目咧就係講如何實踐運動控制血糖啦。先講講咧，即係嗰個嘅糖尿病究竟係啲咩嚟嘅咧？咁唔知大家有冇一個嘅經驗，或者見過啲朋友嘅經驗，即係可能上喺樓梯啊，或者做一啲嘅體力活動嘅時候，突然間會覺得好攰咁樣樣咧，好疲倦咁樣咧。咁當然呢一個情況咧，好可能真係可能好攰啦，或者係本身可能嗰個食得唔夠啦，或者瞓得唔夠啦，有時候平時都會攰嘅。但係你發覺，如果你個疲倦同平時嗰個狀況係好似特別唔同啲嘅，平時做呢啲活動都唔會攰嘅，咁突然間做呢啲運動嘅時候，做呢啲活動嘅時候，突然間會覺得特別疲累嘅話咧，有可能呢個就係糖尿病嘅一個特徵啦。因為糖尿病嘅特徵咧就係咧，我哋呢個身體咧係會產生個能量去應付體力活動咧係不足，於是會覺得咧好攰嘅。原因就係因為身體裏邊咧唔能夠好有效咁樣去透過新陳代謝啦，產生足夠嘅能量咧係嚟應付你日常嘅體力活動。咁所以糖尿病其實係咩咧？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有另外一個名稱去講述咧，就糖尿病就係為一種嘅新陳代謝嘅障礙。咁咩叫新陳代謝嘅障礙咧？嗱，身體咧，我哋每一天咧，每一時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都喺度做緊新陳代謝。而新陳代謝嘅效果只有兩方面，一方面就係可以幫我哋去替補我哋身體嘅死去嘅舊嘅細胞啦，譬如我哋嘅成長嘅肌肉細胞啦，我哋頭髮啊、皮膚啊各方面嘅細胞，就係一個新陳嘅代謝嚟到更新替換。第二個嘅功能咧，就係俾我哋透過呢個新陳代謝去產生能量啦，就係透過我哋平時嘅飲食，我哋食嘅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質啊、脂肪啊各方面嘅營養要素之後咧，佢身體就會產生一個嘅喺啲肌肉裏邊有個代謝啦。即係代謝，即係將佢嚟到分解，分解咗之後，結果出嚟就係能量，以致我哋能夠做運動。咁但係如果呢個分解過程當中咧發生咗障礙，令到我哋唔能夠產生足夠嘅能量嘅時候咧，你就好容易會攰啦。咁所以糖尿病咧，亦都係有一個叫新陳代謝嘅疾病，因為有糖尿病嘅人咧係唔能夠可以令到肌肉裏邊咧係有一個正常嘅新陳代謝。咁我哋再睇睇一個簡單嘅圖啦。嗱，呢一幅圖咧裏邊咧就係見到中間有個肌肉啦，呢個係我哋嘅手臂嘅肌肉啦。咁我哋好多時候活動，譬如你跑步啦、行路啦，你個身體嘅肌肉咧係需要收縮、需要活動嘅。呢個活動咧需要能量噶。咁呢個能量點嚟嘅咧？其實喺我哋肌肉細胞裏邊咧有啲嘅營養要素。嗱，呢啲營養要素咧，就透過我哋平時飲食裏邊嘅碳水化合物啦、脂肪啦、蛋白質咧，食咗之後喺個胃裏邊消化、吸收、運送到肌肉裏邊儲存咗嗰啲嘅營養要素，我哋叫做宏量營養素，英文叫做 macronutrients。
營養要素，然後人體亦都要呼吸嘅，我哋要呼吸吸去大氣之中嘅氧氣啦，啲氧氣透過肺部嚟個一個氣體交換，血液帶咗氧之後咧，就將氧氣去到我哋嘅肌肉嗰度。咁所以喺你肌肉裏邊咧，如果係有呢一個嘅營養要素啦，加上有氧氣嘅話咧，就會產生一個結合，又有個化學作用，代謝就會產生能量啦。個能量咧，我哋英文有個名稱叫 ATP 啦。亦都有熱量啦，咁能量俾到我哋有動能，所以我哋可以肌肉會收縮做運動啦，可以行路啦，可以跑步啦，可以跳舞啦，可以做家務啦，咁所以日常嘅活動都靠肌肉嘅不斷嘅收縮活動，我哋有足夠嘅能量先能夠應付到呢啲運動嘅。而個代謝產生嘅廢物咧，就有二氧化碳啦，同埋水。咁所以咧，其實整個過程當中咧，我哋一定要透過肌肉裏邊有一個正常嘅能量代謝，我哋產生能量，我哋先能夠可以咧活動啦。但係如果呢個過程當中有障礙，唔能夠產生能量嘅話，咁我哋咧就會冇足夠能量，我哋就會攰啦。咁點解會咁樣樣嘅咧？咁樣啊，我哋睇睇就係因為胰島素失衡啦。點解有胰島素失衡咧？其實我哋身體裏邊咧有一個地方叫胰臟啊，pancreas 胰臟。胰臟會產生胰島素，胰島素咧就會進入咗肌肉裏邊。頭先我所講嘅新陳代謝呢個過程，需要有二氧化碳，需要有微宏量嘅營養素，包括呢個葡萄糖啊，同埋呢個脂肪酸啦。咁又有氧氣喺肌肉裏邊產生呢個新陳代謝，但係中間需要有一個催化劑，就係胰島素啦。胰島素需要胰臟嘅分泌出嚟嘅一種嘅酵素喺肌肉裏邊嚟幫助你去做呢一個新陳代謝，催化你呢個新陳代謝嗰個能量嗰個製造，先能夠可以有足夠嘅能量俾到我哋。所以個關鍵咧就係話，除咗有營養啦，除咗有氧氣啦，仲需要有胰島素。咁但係如果呢個胰島素失去咗功能，咁我哋就產生唔到足夠嘅能量。產生唔到足夠能量嘅時候咧，咁我哋咧就會覺得好疲倦啦。而嗰啲能量嘅營養素，譬如葡萄糖呢啲，就唔能夠代謝嘅時候，咁呢啲糖分積聚咗我哋嘅血液裏邊，喺肌肉裏邊，於是我哋去抽血檢驗嘅時候咧，就驗到有過多個糖分啦。啊，點解有過多個糖分咧？就因為呢啲糖分唔能夠喺肌肉裏邊正常嘅新陳代謝去操作產生能量，於是就累積咗喺血液裏邊，於是令到我哋咧驗血嘅時候驗咗血糖過高啦。咁呢個情況咧，其實糖尿病咧就係一個胰島素失衡啊，或者胰島素失去咗功效嘅一個過程。咁即係話我哋嘅胰島素失衡就唔能夠使用到胰島素，於是我哋咧唔能夠咧調節到我哋身體裏邊嘅血糖啦。咁而主要嘅症狀頭先講過啦，因為唔能夠有胰島素，令到我哋咧產生一個能量代謝，於是我哋覺得好疲倦，成日都好攰，個人都無精打采啊，特別疲倦啊，成日都要休息啊。咁同以前咧我未有糖尿病嘅時候咧，我哋我覺得係兩回事啦。咁有時會甚至乎會頭暈冇力啦，甚至乎咧因為你個代謝個糖分代謝同埋脂肪代謝都唔能夠做得到嘅時候咧，於是好多能量積聚咗之後咧就變成咗肥胖啦。咁呢個係一個慢性嘅疾病啦，亦都係好多嘅死亡率嘅主要嘅誘因嚟㗎嚇。因為糖尿病直接導致死亡機會就唔高，個情況就唔高。但係因為糖尿病所引起嘅其他嘅併發症而導致死亡咧，呢個亦都係都好常見嘅。咁另外呢個情況咧，就如果你胰島素失衡咧，基本上要去完全康復咧，或者要逆轉咧，其實就係好困難㗎。但係我哋可以咧，可以去控制我哋身體嘅血糖咧，令到佢唔好升高。咁控制血糖嘅方法唔好升高咧，其實主要兩個方法啫。一個就係控制飲食啦，食物裏邊唔好咁多個糖分啦。第二咧就要多啲嘅運動，透過運動嘅刺激嚟到刺激嗰個糖分嘅使用啦。啊，咁我哋亦都有睇見咧，就係話糖尿病同肥胖亦都有啲嘅關係嘅。點解胰島素會失衡咧？咁樣無端端咁樣好正常嘅好人好姐，咁點解會突然間啲胰島素會無效，令到我哋會有糖尿病咧？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好可能因為我哋喺個人成長嘅時候啦，或者我哋平時嘅飲食當中啦，我哋咧係會累積咗好多嘅脂肪，而呢啲脂肪嘅累積同埋脂肪嘅細胞嘅脹大咧，會放出一種嘅蛋白質。呢種蛋白質咧叫做 resistin，中文咧我翻譯咗係胰島素對抗嘅蛋白質。咁呢啲蛋白質咧就會令到呢一個胰島素咧就好似有層 coating 有層薄膜咁樣樣擋住咗胰島素，令到胰島素唔能夠進入咗肌肉裏邊進行新陳代謝。咁所以其實一個嘅罪魁禍首有可能係因為脂肪細胞嘅增大，而脂肪細胞嘅增大就係因為可能食得太多碳水化合物或者太多嘅能量嘅攝入。咁所以頭先呢一幅圖啦，
胰臟產生胰島素進入肌肉裏邊，令到你新陳代謝當中有個交叉，即係唔能夠做得到。點解做唔到？原因有可能就係當中有一啲叫 resistin，一啲叫抗胰島素嘅蛋白質。咁呢抗胰島素蛋白質點嚟嘅咧？就係由脂肪細胞增長嘅時候咧，或者係脹大嘅時候咧，就會放出嚟。咁所以咧，其中一個有效嘅控制糖尿病嘅方法，就係我哋減肥。控制唔好俾脂肪脹大，唔好俾脂肪嘅積聚，咁於是咧就唔會有咁多個呢個對抗胰島素蛋白質，於是咧令到胰島素嗰個嘅阻力咧亦都係減低，咁所以咧要減肥控制體重咧係其中一個有效嘅方法，控制糖尿病嘅一個方式。咁我哋睇翻有啲係研究做過啦，咁咧就呢一個係喺加州，喺大概十幾年前、20年前度啦，已經有做噶啦。就係咧有一批嘅糖尿病嘅病人咧，就去到一個嘅糖尿病嘅康復中心裏邊咧，係進行一個為期4個禮拜嘅26日嘅運動訓練同埋飲食嘅控制。咁佢哋嘅處方咧就兩方面嘅，就係每一日做2次嘅健步行，即係行路。咁每次做60分鐘嘅，即係1個鐘嘅。咁都據我了解就係佢朝頭早係做1個鐘嘅，咁係黃昏嘅時候做1個鐘嘅，咁就做2次。然後平時嘅飲食咧，早午晚三餐咧都用一啲所謂叫做正常健康嘅飲食，唔係話特別好嚴謹嘅一啲嘅節食或者控制，只係俾一啲主要係一啲高含量嘅碳水化合物啦，高嘅纖維啦，低嘅脂肪啦，低嘅膽固醇低鹽，所以其實都係一啲比較一般性嘅健康飲食嘅處方嚟嘅啫。咁經過咗4個禮拜嘅呢個健步行加呢個正常嘅飲食之後咧，當中有成652嘅第二型糖尿病嘅病人啦，平均1個月你之後咧就會可以咧係減到個體重咧減到有10磅啦。咁10磅都好犀利啦，咪10磅嘅體重，如果1個月你冇咗10磅咧，其實你係啲衫啲褲都要換過另外一個 size 噶啦，係咪一個尺碼？咁所以10磅係一個非常之明顯嘅一個嘅減磅嘅一個嘅數字。另外咧，向佢哋個血壓啦、佢嘅血糖啦、膽固醇咧、三甘油脂啦，都明顯嘅有下降。而當中咧有40%嘅病人，佢需要咧注射胰島素嚟控制血糖嘅情況嘅病人咧，佢可以停止唔使再用注射呢個胰島素啦。而有70%嘅病人咧係食口服藥物嘅病人咧，亦都可以停止服藥。因為佢哋係完全唔使食藥，完全唔使服藥，能夠控制糖尿病咧，其實亦都唔係咁講，只不過就係話佢哋嗰個藥物咧就改變咗另外一個形式，就唔再係口服藥，唔再係注射嘅藥物，而係用咗個運動藥。呢個運動藥就係每一日2劑嘅運動藥物，2次嘅藥物，朝頭早1次健步行，同埋黃昏嘅1次嘅健步行，2次嘅健步行就等於食咗2次藥。所以呢個藥就係運動藥，運動就係佢哋嘅良藥，幫助佢哋控制血糖。咁所以佢慢慢嘅可以減低，唔使食藥啊。咁另外咧就係話呢一個咁嘅運動嘅處方計劃咧，1個月一個嘅干預之後咧，佢哋嘅體重係減咗10磅咧，大概係55%，即係整體體重係5%。而嗰個血壓咧降低咗大概7%，而個血糖咧降低咗大概15%，膽固醇咧降低咗22%，三甘油脂咧都係降低咗33%。咁所以睇到咧呢個嘅健步行咧1個禮拜係每日就做2次，做咗4個禮拜咧，其實對於成個身體嗰個體重控制啦、心血管個風險因子啦，都有好明顯嘅幫助同埋改進嘅。所以運動咧係可以話係咧糖尿步行特別係健步行咧係糖尿病嘅最好嘅治療嘅方式。嗱，咁我哋一般控制糖尿病咧就有3種嘅方法嘅，就係當然我哋醫生俾我哋嘅藥物治療，一定要聽醫生嘅指示，按時按後要服藥啦。另外就係我哋嘅食物治療，即係飲食方面，我哋可能要盡量攝用一個低糖嘅飲食啦，特別係呢個嘅呢個血升糖指數要較低嘅食物就避免一啲升糖指數較高嘅食物，譬如一啲比較甜品甜飲嗰啲嘅食品咧就比較容易升糖指數比較高啲嘅，粥呢啲升糖指數比較高啲。但係如果複合性嘅碳水化合物，譬如啲麵包美麥嗰啲咧，薯仔嗰啲咧，個升糖指數比較低啲，咁可能我哋食一啲比較升糖指數比較低啲嘅食品。嗱，咁我哋今日因為唔係講營養啦，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可以留待你營養師嚟同大家嚟到去分享。藥物方面亦都留待醫生嚟同你分享。今日咧我主要係講運動治療，即係我呢個運動專家嚟同大家分享下啦。咁運動對於糖尿病有咩影響咧？咁其實咧有啲即時嘅影響。
亦都有啲係長期嘅影響嘅。當你每一次去做運動嘅時候咧，即刻就已經達到一個改善血糖濃度嘅一個效果㗎啦。對於一啲特別有啲輕量或者中等嘅運動量咧，係能夠可以減低血糖，而且個效果咧可以持續到咧你運動之後咧嗰24小時咧都能夠仍然有呢個控糖嘅效果嘅。對於一啲肥胖嘅患者，個影響更加會明顯啦，因為佢唔單止控制血糖啦，佢亦都鼓勵到你嗰個身體個脂肪代謝同埋糖分嘅代謝，於是長遠嚟講咧，亦都可以控制體重，可以減到肥啦。啊，咁而一個運動嘅刺激，亦都係因為令到你嘅肌肉對呢個胰島素產生一個嘅反應，令到胰島素嘅敏感性咧去提高啦。咩叫胰島素嘅敏感性咧？即係令到胰島素個功效咧能夠提升。其實胰島素咧，對於二型嘅糖尿病嘅病人嚟講咧，佢咧係有胰島素喺存在，只不過就係話佢係唔能夠發揮功效。咁所以如果令到發揮功效咧，我哋需要用到運動嚟到刺激到肌肉去收縮，然後咧去推動到呢個胰島素咧係喚醒胰島素嘅敏感性，令到佢可以產生一個功效喺度。咁所以長遠嚟講，令到我哋可以咧係減低唔使用咁多藥物治療啦。咁對於長期嘅影響，咁更加會多啦。咁除咗係可以控制到血糖、減到脂肪之外咧，我哋咧長期嚟講，你個血壓，因為佢透過心血管嗰個運動咧，呢個運動可以令到心血管有一個促進嘅功效咧，於是佢血壓咧可以減低。另外，對於心血管嘅疾病嘅風險，頭先講過一啲嘅研究提到嘅三甘油脂啦，同埋呢個低密度嘅脂蛋白膽固醇啦，同埋咧可以提升呢個高密度嘅脂蛋白膽固醇啦。咁同埋咧可以預防到咧呢個二型嘅糖尿病，提升呢個胰島素嘅敏感性，所以其實有好多好多好多好處啦。咁當然亦都有一個更加明顯嘅好處，就係可以控制體重啦，改善肥胖啦咁。所以運動對糖尿病嘅好處咧真係好多㗎。咁但係咧，我哋都要留意一樣嘢咧，就係好多時候對於唔同嘅病人咧，我哋都留意下佢喺運動嘅時候可能會有啲嘅反應，身體會作出一啲嘅調節啦。譬如話你首先你要了解你自己食緊啲咩藥物，要徵詢你醫生嘅意見。當你做運動嘅時候，呢啲藥物會唔會有一啲嘅副作用，或者有冇一啲嘅效果可以維持到幾耐咧？藥物對於運動增加嘅時候，會唔會令到你嗰個效果藥物嘅效果會增加或者係減少？你有時甚至會令到你隻藥物再加上運動嘅時候，有可能會有短時間經驗到一個低血糖嘅病症咧咁。所以呢啲咧要問一問醫生，呢個藥物會對你喺做運動嘅時候有啲咩嘅反應？第二，你幾時用呢個藥物啊？喺運動之前食啊，運動之後食啊，運動前幾耐食咧？會唔會對於呢個運動嘅時候個能量代謝會產生一啲嘅影響喺度啦？第三就係話你做運動之前嗰個血糖嗰個嘅水平係去到幾高啦？如果你運動嘅時之前個血糖水平係好高嘅時候咧，咁可能要暫時停一停，唔好做住啦咁樣。咁所以我最好做運動之前咧，我哋度一度個血糖啦；做運動之後咧，亦都度一度個血糖嘅量，睇下呢個運動嘅效果對於血糖嘅控制係咪真係有個果效喺度啦。第三就係你亦都影響你要有食嘢嘅時間啦，食啲咩嘢啦，食幾多啦，咁咧都會影響到你做運動嘅時候嗰個反應嘅喎，個血糖嘅反應嘅喎。咁另外你個糖尿病個嚴重嘅情況啦，譬如你個血糖個水平去到幾高咧？你係去到7啊、8啊，又話10幾咧咁樣。咁呢個數字咧都要留意啦。咁另外咧就係個運動嘅強度啦、時間啦、種類啦，你要知道你做呢個運動有幾辛苦啦，會唔會太辛苦咧？時間個長短係講緊半個鐘啦，定1個鐘咧？做咩類型嘅運動咧？究竟你係行路啊、游水啊、跳舞啊、舉重啊，因為咩類型運動？其實呢啲都要係一個一籃子嘅嚟到考慮啦。咁好啦，講咁多考慮，咁實際上應該係點樣樣咧？咁我或者係用美國運動醫學會咧，其實咧佢一早咧就已經對於糖尿病患者運動處方咧定出一啲嘅建議喺度啦。咁咧其實糖尿病運動對糖尿病嘅治療咧，嗰個研究咧已經係超過最少都有50年嘅時間，所以佢累積咗咁多嘅研究結果啦同埋經驗咧，基本上可以總結到以下呢個原則。我叫呢個原則咧叫做 FIT 原則啦，又可以用廣東話講個 FIT 啦，即係令到你個人 fit 得嚟咧。仲要 fit 啲啦，咁所以 FITTI 嘅原則。咁啊，第一個 F 係咪代表咩意思啊？F 係代表呢個次數啦，frequency 次數。咁要做幾多次咧？咁一般嚟講，特別係第2型糖尿病嘅患者咧，一個星期建議可以做3次至5次啦。如果你啱啱開始做運動嘅，可能可以少啲，特別3次啦。但係平時一路做開嘅，亦都覺得做運動嘅效果唔會令到你帶嚟太大嘅影響嘅生活上，咁你可以去到5次啦。咁咧就特別係如果次數多啲嘅話咧，對於心肺功能嗰個改善會更加明顯啦。咁你如果係對於
需要注射胰島素嘅患者，譬如第一型嘅患者咧，其實可以每日做運動都得。但係如果每日做運動嘅時候咧，注意啦，每日做運動嘅時間最好就係同一個時間，會對於身體對於整天嘅嗰個血糖嗰個嘅水平啊，同埋嗰個代謝咧嗰個嘅循環咧個效果咧，會更加嘅明顯同更加有幫助啊。第三咧，如果係肥胖嘅人士咧，你應該可以亦都可以每日進行運動啦，去增加你個能量嘅消耗，以至能量消耗得越多嘅話咧，你嘅體重控制效果會更加好啦。咁但係不過有個要注意就係，如果你肥胖嘅人做運動，每天做嘅話咧，個運動強度一定要低啦。如果唔係，你會好攰嘅，你非常之攰。另外，你個運動嘅時段每一段可以好短啦，譬如可以每一段係10分鐘至15分鐘，然後休息5分鐘，然後再做第二段嘅10至15分鐘，再休息5分鐘，如此類推。然後總運動時間可能要超過1個鐘或以上每一天，咁你個能量個消耗先會增加，而同一時間又唔會令到你太過疲倦。咁嘅時候個肥胖個控制、脂肪嘅消耗先會更加明顯，同埋更加會有效，亦都係能夠可以咧令到成個運動計劃咧可以持久一啲啦。好，第二個 I 咧就係講緊強度啦 intensity。咁強度嚟講，當然有啲好科學化嘅方法，用心率去計算咁。但係我諗我哋咧就唔需要咁複雜啦。如果係一般嘅人，成年人士，特別係中年人或者中老年人，其實只要我哋攞個原則，心跳唔好超過120，因為太高嘅強度咧，其實個效果可能會嚟得更加相反，未必咁有效。但係佢中低嘅強度咧，可能會更加嘅有效，亦都容易持久去執行。所以建議唔好超過120下每一分鐘。而長者年紀再大啲嘅，甚至可以低啲，去到100都已經個效果都係會有明顯效果㗎啦。咁另外，如果你唔識量心跳嘅話，亦都可以用一個主觀嘅運動評分表嚟做一個標準啦。咁我哋用一個簡單嘅主觀運動嘅評分表啦，譬如由1分到10分咁樣。通常如果8分、9分、10分就已經好辛苦㗎啦，1分、2分、3分就好容易嘅。咁我哋建議就喺4分到7分呢個範圍當中。即係你覺得做運動嘅時候，你覺得身體嘅體溫有上升，有輕微嘅流汗啦，甚至感覺到有心跳有加快，但係唔辛苦嘅，好輕易咁嚟去應付得到嘅，咁我可能係4分啦。適中你覺得呢個運動量都係有做運動，但係唔辛苦啊，有輕微流汗，呼吸有加快，你應付自如嘅，能夠可以一路做運動，可以唱歌嘅咁樣，又可以傾偈嘅，咁呢個係適中。吃力嘅話咧，又覺得咦用啲力咯，流汗會多咗啦。但係都能夠應付得到，去到吃力嘅時候，可能呢個就已經係上限啦。即係話你做呢個運動嘅時候咧，你要好專注去做呢個運動，好明顯嘅心跳有加快，好明顯嘅有流汗，但係都能夠可以應付得到嘅。咁但係你如果去到好辛苦嘅時候，去到8分咧，就唔建議啦。呢個運動量可能會太高，而對於血糖嘅控制亦都未必係太過有效率啦。嗱，我睇翻強度方面啊，頭先講過話，我用心跳率啦，用主觀評分法，究竟我嘅做運動嘅時候，究竟係咪越多越好咧？係咪越辛苦越好咧？因為其實低運動量係咁喐下少少，做下伸展運動，甚至乎係做下瑜伽、打下太極，係咪都係得嘅咧？咁樣嗱，呢個研究咧就係做緊一個比較性嘅低強度到高強度嘅比較，相對於啲冇做運動嘅比較。嗱，咁我見到藍色嗰支咧，嗰條柱咧，就係一啲冇做運動嘅糖尿病病人啦。咁而紅色嗰個咧就係做啲低強度嘅運動，即係做呢個運動量我哋身體能力嘅35%，踩單車踩咗半個鐘嘅啫。另外黃色嗰個咧就做咗高強度，踩單車踩半個鐘，不過強度去到70%嘅強度啊。咁你睇見啦，做呢個運動之後，嗰24小時嘅血糖嘅控制，你會發現到嗰24小時嘅血糖嘅控制咧，低運動量嘅血糖控制咧，係比起呢個高運動，即係紅色嗰個咧，係比黃色個整天嗰個嘅血糖嗰個嘅水平都係偏低好多，而且呢個下降咧，係比起呢個高強度咧，係兩者之間有一個統計學上嘅明顯嘅分別喺度。咁所以呢個研究證實咧，就係話原來做運動嚟講，一個中低嘅強度，甚至去到35%嘅強度咧，其實比一個70%70%嘅強度咧，係更加有效。對於血糖嘅控制，喺24小時之後個運動後嗰個血糖控制係更加有效。而當中有啲時段會唔會有血糖會偏高嘅咧？咁我哋發覺咧，如果係低運動量嘅病人咧，同高運動量嘅病人咧，其實喺24小時裏邊曾經試過血糖偏高嘅時段咧，其實低運動量得10幾%嘅啫，但係高運動量咧有30幾%嘅時間，即係喺做運動之後嗰24小時裏邊有30幾%嘅清醒嘅時間咧，個血糖都係去到一個高水平。咁所以變咗即係話呢一個研究睇到就係話，
個低運動嘅量嘅運動咧，係對於高運動量，對於血糖嘅控制咧係會更加有效。咁其實呢個有得解釋嘅，因為從新陳代謝嚟講咧，我哋最主要係燃燒脂肪同埋用燃燒糖分去產生能量。但係呢個低運動量嘅情況底下咧，佢通常用嗰個燃料咧，多數係脂肪做燃料嘅。但係高運動量嘅情況咧，佢所用嘅新陳代謝嘅燃料多數係用糖分做燃料嘅。咁所以燒脂對於燒糖咧，燒脂嘅效果對於血糖嘅控制咧，對於燒糖嘅效果係更加好嘅。咁所以咧，亦都係對於肥胖控制咧係更加好。所以我總結就係話，一個中低運動咧，其實對於糖尿病嘅病人嚟講咧，其實係會更加嘅有效，亦都更加容易嘅去持久嘅執行。咁我哋開始做運動嘅時候，個時間上可以係10到15分鐘啦。咁最好能夠最少做到30分鐘，甚至可以做到45分鐘。肥胖嘅病人咧可以做到1個鐘，但係留意一樣嘢，我講緊呢個係總時間。但係咧呢個時間咧係可以拆開分段式嚟進行，即係話你每一次可以10分鐘或者15分鐘，視乎你個體能嘅狀況。如果你體能比較好啲，可以一段做15到20分鐘，然後先休息。但係你話我體能唔係太好，或者我平時唔係好習慣做運動嘅，你每一段甚至乎5至10分鐘都可以唞一唞。但係研究建議咧就最好就係一節，即係大概係10分鐘到咧係最理想。咁每一天做行3節，咁10分鐘就有30分鐘。咁目的咧就要體重控制，即係要減肥咁就增加到60分鐘。咁你有另外一個類型嘅運動咧，就係話最主要就係以個人嘅興趣啦為主啦。例如揀啲比較係簡單、容易做、容易執行嘅有氧運動為主啦，譬如健步行啦、行路啦、打下太極啦、跳下舞咁呢啲有氧運動為主。而啲非負重嘅有氧運動啦，例如游水啦、踩單車啦，呢啲游水同踩單車都係一啲有氧運動，但係佢係非負重式嘅。因為水中有浮力啦，單車咧就有個座位承托咗你身體嘅重量。咁呢啲對於有關節痛腰背痛嘅人士或者肥胖嘅人士特別適合。另外咧，亦都可以賦予一啲嘅阻力訓練就係阻力訓練，即係類似一啲嘅重量嘅訓練譬如舉重橡筋帶嘅運動咁呢啲運動咧都可以對於肌肉嘅質量增加咧係有啲幫助，令到肌肉嘅質量增加嘅幫助嘅話，咁到你做運動嘅時候，新陳代謝咧亦都會係更加係事半功倍啦。咁最後一個 I 咧就係講緊一個個人嘅興趣同埋嗰個進度啦。其實每一個人咧都唔一樣嘅，因為每一個人嘅興趣都唔一樣啊嘛。所以我中意游水，你可能中意係健步行，佢可能中意跳舞。其實咩運動都唔緊要，只要係有氧運動，同埋只要你能夠執行就得啦。咁按照你自己嘅年齡嘅興趣啦、性別嘅興趣啦，仲有睇你嘅病情啦嘅嚴重性啦，最重要就係你個人嘅喜好啦。咁所以咧就要循序漸進咧，由低做起，以建立嗰個習慣為個目標。所以一開始如果唔能夠做到一個禮拜3次或者5次，一次兩次都好先開始先。做唔到半個鐘，做15分鐘都好咁變咗你可以咧先建立咗個運動習慣，同埋睇下自己身體係咪適應先。覺得如果個身體適應得到，如果習慣能夠維持得到啦，你先慢慢去增加到咧頭先所講嘅建議嘅運動嘅處方咁然後一般而嚟咧就係話，如果係長者或者糖尿病肥胖嘅糖尿病人咧，就可以更加緩慢嘅循序漸進添咁有啲地方要留意就係咧，如果你做運動嘅時候，身體有咩唔係不適咧，覺得自己譬如呼吸困難咁就特別疲倦咁可能有啲低運動血糖嘅病症啦，低血糖嘅病症啦，咁咧你可能咧就要唞一唞休息一下，或者係同你個運動嘅教練導師商量一下，係咪需要修改下你個運動嘅處方同計劃咧咁樣。咁咧就因為有每個人嘅肌肉嘅組織唔同啦，每個人肌肉嘅情況唔同啦，所以對於胰島素個對抗嘅程度咧都有啲唔同噶。咁有啲人咧可能需要長啲嘅時間先適應到呢個運動量，有啲人咧就可以好快就適應得到。所以其實每一個人都唔一樣都係嗰句啦，以建立個習慣為目標，同埋最緊要講求咧就呢個運動咧對你嚟講，你覺得係能夠應付得到，係舒適，能夠適應得到嘅。咁咧就留意啦，做運動前後頭先講過啦，要監察血糖啦。就避免喺胰島素最高嘅時候咧嚟做運動啦，因為可能胰島素最高嘅時候咧，佢會對於血糖嘅使用咧會更加會快咗，咁令到你有可能會有低血糖病症啦。咁咧就如果你突然間要做啲運動係冇預先計劃嘅，咁譬如話你今朝早上做咗運動啦，晏晝突然間有啲家務要做要處理嘅，突然間做咗30分鐘嘅體能活動嘅咁你呢啲變咗你要之前要額外補充一啲碳水化合物啦咁。咁咧就如果你預先計劃好個運動嘅話咧，
其實呢個運動計劃之前咧，可以先減少呢個胰島素嘅注射啦，或者減少一半嘅藥物啦，咁就睇下呢個運動本身亦都有一個降血糖嘅作用嘅，咁睇下加埋個效果咧，係會唔會等於咧就食一個完整嘅一個藥物嘅建議嘅效果係咪係相若啦？咁咧就我哋運動嘅時候咧，就可以準備定一啲容易消化嘅碳水化合物啦，就預防咧就係因為做個運動嘅時候咧會低血糖啦。咁譬如一啲嘅碳水化合物嘅小食啦，咁啊留意下咩叫低血糖嘅症狀啦。譬如話你做緊運動嘅時候，突然覺得咧係手軟腳軟啊、冒汗啊咁樣樣啦。咁就千祈唔好一個人做運動啦，最好就同啲朋友一齊啊，有家人陪同。如果萬一有咩意外或者係頭暈身㷫嘅時候咧，唔舒服嘅時候，都有人即刻可以照顧到你啦。咁留意服裝，要着一個適當嘅運動嘅服裝啦、運動鞋啦。留意天氣啦，會好熱或者係太過凍啦，咁我哋注意保暖啦，特別秋冬嘅時間啦。做運動之前要做熱身啦，特別做啲靜止嘅伸展運動啦。咁如果需要注射胰島素嘅咧，應該係醫生都有教你㗎，即係喺咩地方你要注射啊？咁要留意啊，同埋咧隨身都帶便啲藥物啦。咁啊，最後講過啦，今日我好強調就係健步行啦。咁啊，健步行咧就係有一啲嘅哲學家都講過，同埋啲好著名嘅醫學家咧都講過咧，就係話步行咧就係人類最佳嘅藥物啦。嗱，中國人亦都有句俗語就話，每日8步走，活到99。其實就唔係叫你行100步嘅，而家建議就行10000步嘅嚇，每一天。咁咧，但係咧即係意思即係話，總之多啲嘅行路嘅話咧，你就會更加健康。於是你嘅健康啲嘅時候咧，個生命咧又會係更加長久，而且係更加有質素啦。嚇！咁另外要做呢啲肌肉嘅鍛鍊，你要舉重嘅訓練啦。譬如話我哋嘅下肢、上肢咁樣，譬如下肢下邊嘅肌肉咧，大腿啊、小腿做嗰啲重複嘅坐喺度起身、坐立、坐立，咁啊做6至10次，咁即係為之一組，做3組啦。咁啊手臂嚟講做呢啲負重嘅屈臂，咁攞住水樽啞鈴啊，咁樣做6至10次，亦做3組啦。咁啊身體軀幹可以做一啲坐喺度嘅提雙腿啊，咁呢個腹肌啦，咁樣就可以做4至8次嘅提腿，咁啊做3組。譬如呢啲咁嘅家居嘅肌肉鍛鍊都係好有效啦。咁啊當然亦都平時要多啲要做伸展運動啦，運動前做伸展運動，運動後做伸展運動，唔單止可以預防肌肉嘅關節同埋受傷，亦都可以令到你做呢個運動嘅時候咧冇咁疲倦，運動之後個恢復亦都可以加快好多㗎。咁所以呢個伸展運動咧亦都唔可以缺少㗎。好，咁我今日講呢個運動對血糖嘅控制咧，講到呢一度啦。咁就好多謝大家嘅參與同留心聆聽。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咧，而家可以提出啦。多謝大家。咁啊，好多謝咧，許教授同大家分享翻咧，究竟運動啦同血糖之間有咩關係咧？咁我哋點樣可以透過運動去控制血糖同埋甚至乎三高噶喎？咁我哋都收到一啲現場觀眾嘅問題嘅，咁咧睇翻啲問題先。係啦，咁咧有位姓謝嘅參加者咧去問啊，有冇最好運動嘅時間嘅飯前飯後運動有冇分別咧？咁啊，運動之後咧，有冇話唔適宜咧即時食飯啊，或者會唔會影響升糖指數啊？如果有唔適合嘅話咧，運動後啊應該幾耐先食飯噶喎？咁樣。嗱，其實咧呢個就運動嘅時間方面咧，其實就冇咩，唔係話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因素嚟嘅。其實最重要考慮因素就係有冇做運動，即係能唔能夠做得到。所以咧，你最少揾到個時間咧，你係能夠可以做運動。譬如你可以朝頭早做啦，可以中午做啦，可以黃昏做啦，甚至乎晚上做都冇問題噶。最緊要就係呢個運動嘅時間係喺你日常生活裏邊能夠可以編排到出嚟，以至能夠執行得到。所以我覺得咧，嗰個能夠建立個習慣性、恒常性係好重要嘅。呢個第一點，呢個先就係呢個係其實做運動嚟講最難就係一個習慣，將呢個運動變成生活嘅一部分。呢個係最困難，所以呢個應該係首要考慮嘅因素。第二個考慮因素就係話咧，呢一個嘅運動時間咧，你定咗之後咧，最好就每一天咧，你做嘅時間咧都比較固定。即係譬如嚟，我已經定咗係朝頭早啦，你日日都係朝頭早，你唔好話今日朝頭早，聽日晏晝，然後後日就黃昏，跟住轉翻朝頭早，跟住又黃昏，跟住夜晚，即係你個時間性係唔穩定嘅，有時係早啲，有時晏啲。咁你嘅身體一天嚟講咧，對於個血糖嗰個控制咧，嗰個嘅調節咧，就好似好混亂啊！即係唔知幾時會高啲，幾時會低啲咁樣。但係如果你係固定咗嘅時候咧，身體自然就會適應咗之後咧，每一天只按照咁嘅節奏嚟到係控制你個血糖咧，你個血糖嘅控制先會更加有效。所以時間一定係固定性。第三就係話，如果你話我時間個習慣我都可以嘅，每天做都係 OK 嘅。
咁我揀幾時好啊？咁樣。咁通常而家一般嘅建議嚟講，都係覺得係朝頭早可能食完早餐之後做，或者係咧晏晝食完午飯餐後做，或者係晚上晚飯之後休息一陣間嚟去做，但係唔好太夜喎。我哋一般建議唔好喺瞓覺前、睡前嘅2個鐘都係唔好做運動，因為擔心你喺睡覺嘅時候咧，有可能因為透過運動令你血糖會有個 carry over effect 啊嘛，有個運動後嘅效果，令到你血糖會偏低。咁即係你瞓覺嘅時候咧，如果血糖太低嘅話咧，你可能會暈咗都唔知道啊！即係去咗，以為你瞓着覺，其實你暈嘅低血糖暈咗都唔知道咁。所以咧就唔建議太夜做運動。但係你話如果唔係太夜嘅話，譬如你6、7點食完飯，你可能8、9點可以去做半個鐘頭嘅一個健步行或者係打太極或者係跳舞，然後再休息2個鐘先沖涼再瞓覺。咁呢個都 OK 嘅。但係如果你話有得日頭都係有時間嘅話，其實日頭做會更加好。因為夜晚做頭先驚住有夜晚嘅睡眠嘅低血糖病症啦，但係日頭嘅話咧，變咗你可能食完嘢，你有足夠嘅能量，然後你再做運動，運動本身就係一個藥物嚟噶嘛，亦都幫你調節你食完嘢之後個血糖，令到個血糖唔好升高。咁於是咁嘅效果嘅時候咧，對於血糖控制咧，變成咗一個固定嘅一個嘅 training，一個嘅刺激嘅時候咧，同埋一個循環嘅時候，你每一天都係咁做嘅話咧，你個血糖嘅控制會更加會明顯係更加有效啦。咁我哋就唔建議食飯前做嘅，因為其實做運動你血糖會過低嘅。你血糖過低嘅時候咧，你加上又未食飯嘅話，你可能血糖會更加低噶嘛。更加低嘅時候，你就會有低血糖病症。呢個第一。第二點就係話，你做運動嘅時候，你用咗你運動刺激令到血糖會偏低，你會覺得好肚餓啦。你令到你食飯嘅時候，你可能會食多咗喎，你會食多咗，於是令到血糖咧食完飯之後會可能更加升翻高翻咁樣。咁所以咧就唔建議就係即係你食飯前去做啦，建議你食飯後。進食之後會做，咁當然亦都要響進食之前啦、運動前啦、運動後啦。如果係能夠而家都好方便，可以檢查自己血糖咧，就留意住自己血糖嘅變化。咁將呢個變化可能同翻你嘅醫生嚟到分享，等醫生嚟再判斷，其實你需唔需要增加運動量啦，或者增加個藥物啦，或者增加個飲食啦，或者調翻轉減少運動量啦，減低藥物啦，減少飲食啦。即係呢個需要咧睇翻呢個整體嘅效果一個情況，然後去做出一個調整咁樣。係啦，咁我回答到呢度。好，多謝許教授。咁另外咧，我哋都有收到現場觀眾問啦，佢話其實點樣咧可以重複間斷咁做運動，又唔會太辛苦啦，又有效果。超慢跑係咪好過慢跑或者係健步行？係快速行定係散步嘅意思喎？OK，嗱，其實咧就做運動嚟講咧，就頭先我有一個幅圖嘅介紹過，就係低運動量同高運動量嘅比較啦。咁啊，發覺呢個中低運動量嘅對於血糖控制咧，比一個高運動量嘅高強度嘅運動咧，更加夠有效啦。咁樣，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想唔好太辛苦嘅話咧，其實就話個運動嘅強度一定唔好太高啦。即係你唔好做一啲好吃力嘅運動，譬如啲比賽性質，譬如我哋好中意打羽毛球啊，香港人係咪？打羽毛球又好啊，打籃球又好啊，踢足球又好。但係呢啲運動咧，有好多時咧喺不知不覺之間，突然間個強度會升得好高嘅。特別你比賽嘅時候，你會或者要比賽爭勝咧，你會好盡力去打嘅時候咧，唔覺意有幾分鐘嘅時間，你可能會運動強度好高嘅時候，其實呢個就可能對於糖尿病人又唔係太好，唔係太適合啦。所以做一啲選擇一啲比較穩定啲嘅運動，即係嗰個運動咧，可能做半個鐘又好，做15分鐘又好，佢成個過程咧都係比較穩定嘅嗰個強度或者穩定，唔會突然間高突然間低嗰啲啊。咁咧可能會比較安全啲。咁另外咧就係話頭先嗰個，既然中低運動量係有效嘅話，咁中低運動嘅效果就其中一個特點就係佢唔會令到你太攰嘅。高強度就會令到你好攰嘅。咁所以中低運動基本上第一佢唔會太攰啦。第二我哋建議用一個間歇性嘅方式做，即係每一次做每一個時段就5至10分鐘。嗱咁頭先都研究咗建議就最好一段就10分鐘一段咁。你做10分鐘嘅行路咁樣，你做10分鐘嘅行路之後休息2、3分鐘，然後再做10分鐘嘅行路咁樣。咁其實呢種咁嘅運動咧，根據我哋個人經驗，其實對於一般嘅糖尿病人，甚至乎老人家都好啦，都唔會太辛苦嘅，都能夠應付自如嘅。但係因為本身呢個運動咧，亦都有一定嘅強度，佢唔係話完全冇強度嘅喎。你行路，如果你諗下，你去趕巴士或者你去行去地鐵站，由你屋企行去地鐵站，你係冇停咁行，其實行完你都覺得有啲流汗，同埋有啲喘氣，係咪有少少喘氣？其實就係呢一種咁嘅方式嘅一種嘅步行。嗱，咁頭先講過呢個步行咧，就係話要幾快咧，其實就冇所謂嘅，總之你行就得㗎啦。你年紀大嘅咪行慢啲咯。體能差啲咪行慢啲咯，你體能好啲咪行快少少咯。但係個原則就係唔好太快，唔好快到你係喘晒氣，唔好快到咧你係覺得咧係好攰，
係嘛？只要你好似係覺得自己係有好明顯嘅運動緊，而且你個目標嘅由一個地點行到另一個地點，係不停咁樣行。其實呢種咁嘅行路咧，你已經發覺對於你自己嗰個嘅體溫係會有上升，呼吸又有加快。咁如果你再唔係好清楚嘅時候，我再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你就等於你翻工趕時間去搭地鐵，趕住去搭巴士，嗰種行路嘅速度，你應唔應付得到先？如果你話你發覺我平時趕時間好急急腳咁樣行去搭巴士，好急急腳咁樣行去坐地鐵咁，而你行完之後，雖然你都覺得喘氣，但係你嗰10分鐘、15分鐘其實都唔太辛苦嘅，咁其實 OK 啦呢啲運動量。但係你話覺得哇好辛苦，行完之後趕完個巴士我急急腳行咧，咁你可能太快難得，咁你可能再選出一個比呢個慢少少嘅速度。總之你行到有10分鐘連續，唔太辛苦啊，覺得可能休息一陣間又可以再行嘅，其實呢個就最好噶啦。嗱，咁如果你話都唔太清楚喎，你發覺總言之，你嗰天你做完個運動之後，其他嘅時間會唔會覺得好疲倦先？你做咗半個鐘運動，做咗1個鐘頭嘅行路，行完之後跟住剩翻落嚟嗰十幾個鐘喺屋企嘅生活或者公司嘅工作，你發覺好攰，第二天可能你嘅肌肉會酸痛，咁即係證明你頭先嗰個運動或者之前嗰個運動太辛苦啦，咁你要減低啦啊！咁所以呢個係好難講一支竹去講晒。一個例子去概括晒，但係咧呢個都係可能要需要實際嘅生活體驗，然後咧自己去多啲嘅觀察，然後慢慢嘅調整，係咪啊？咁總言之講嚟講去咧，個原則就係話你揀咗一個低至中嘅一個運動，你自己中意做嘅，可以做嘅，而且喺日常生活裏邊實行得到嘅，如果能夠堅持到2、3個月，肯定對你嘅肥胖同埋糖尿有幫助。唔該，許教授。另外咧，我哋都有一個參加者，佢就問佢做咗一個咧人工髖關節手術啊，咁咧就換咗人工關節啦，咁就健身單車其實係咪都適合嘅咧？係啦，嗱，其實都好多咁嘅情況嘅，特別係中老年人咧，骨質疏鬆啊，或者有時跌倒啊，會有時都會用一啲需要做一啲關節嘅移植啊，或者下肢膝頭哥啊、腳踭啊、髖關節啊，都會有啲問題。咁其實咧，而家好多時候你運動嘅治療咧，都會建議兩類嘅運動啦，一類就係坐式嘅單車，即係坐喺度做嘅呢啲單車啦。咁坐式單車咁即因為咧佢嘅好處就係佢坐喺度做啦，咁所以個人嘅體重咧，對於個關節個負荷咧就可以減到好低嘅，減到好低。咁對於你做呢個運動嘅時候咧，就希望能夠可以減低嗰個嘅負荷得嚟咧，亦都有一個運動量喺度啦。即係你做呢個單車運動都有個運動量啊嘛。咁於是都可以做到有氧運動，都可以能夠燒到脂肪，而減低你個關節嘅一個衝擊嘅作用。咁但係咧，第二個方式咧就覺得做一啲水中運動，其實係對於髖關節嘅人咧特別適合嘅，因為水裏邊咧有一個好明顯嘅浮力咧，咁呢個浮力咧係令到咧你喺水裏邊咧，特別譬如你喺水裏邊嘅行路啊，水裏邊嘅來回咁樣喺水池裏邊咧來回咁樣走路啊，來回咁樣行路，其實就好似喺太空漫步咁樣嘅你感覺。咁所以咧，你每一次行嘅時候咧，其實佢唔會有個重力喺壓落你個關節嗰度啊。咁咧你所以會減低你個關節嘅受壓啦。但係第二同一時間咧，你要喺呢個水面做你到呢個行路或者做呢個運動咧，你機會要用力嘅喎，你要用力要主動去用力去對抗水個阻力嘅喎。咁所以咧，你亦都可以令到肌肉咧係有一個好明顯嘅新陳代謝嘅促進喺度。咁所以水中運動咧係對於呢個髖關節病人咧係有呢兩方面嘅好處。第一，減低髖關節嘅壓力啊，同埋個負荷。第二，你同時間亦都可以做到身體嘅活動，又可以做到阻力嘅運動，因為對抗水嘅阻力，而且喺水裏邊行路，行路亦本身亦都係一個有氧運動。咁所以咧，水中運動對於一個髖關節嘅人咧，其實都係不二之選㗎啦。如果你話我唔識游水喎咁樣，咁但係其實咧，水中運動就唔係講緊游水嘅兩回事嚟嘅。咁其實喺水裏邊嘅行路啦，左右咁行啦，打圈咁行啦，或者喺水裏邊嘅踏步行啦咁樣。都係好好嘅。嗱，我自己唔算肥啦，我唔係肥胖啦，我亦都冇髖關節嘅問題，但係我自己都好中意做去游水或者水中運動。我每次落到泳池咧，我諗啲救生員見到我都好怪，因為我每次都起碼做10至15分鐘喺水裏邊嘅原地咧做啲水中嘅運動㗎。我會喺水裏邊行路啦，喺水裏邊嘅推水啦，喺水裏邊嘅踏步啦，喺水裏邊就做踢腿啦咁樣。咁我做咗15分鐘，我先至去游水，游蛙式自由式，我先至慢慢游半個鐘咁。咁呢個就係我嘅習慣嚟嘅。有發覺呢個運動係特別好嘅，因為水裏邊除咗你真係就咁去游，如果你泳式去促進心肺功能之外，其實喺水裏邊做呢啲水中運動咧，亦都係對於各方面嘅肌肉個訓練啊同埋控制咧係有好大嘅幫助喺度嘅。咁你可以考慮一下咁嘅朋友。
好多謝。咁另外咧，有一位參加者咧，佢就問啊，請問啊，針對一啲偏瘦嘅人士，有冇啲咩特別咧對於運動嘅建議㗎？針對咩人士話？對唔住，聽唔到。偏瘦嘅，偏啊，瘦嘅，瘦嘅人係士係咪啊？嗱，你點解會瘦咧？咁樣兩種可能性啦，可能肌肉質量好少啦，本身係咪啊？即係平時都好少運動咧，都個肌肉咧可能萎縮啊，甚至乎咧年紀大嘅時候肌肉嘅退化，咁可能你會偏瘦啦，咁樣啊。第二咧可能咧咁瘦咯，可能有驚擔心你有骨質疏鬆啦，係咪？咁你有冇曾經去做過一啲骨質密度嘅檢查，睇下有冇骨質疏鬆咧？咁如果骨質疏鬆嘅話咧，小心啲啦，做啲衝擊性嘅運動啊，負重運動咧會危險啊，因為容易會誘發骨折，係咪？咁所以呢啲我哋都要盡量避免一啲衝擊性嘅運動，譬如跳躍嘅運動啊，譬如跳繩可能唔係未必太啱啦咁樣啊，咁或者係一啲跳躍嘅動作，譬如打球類運動，可能未必係太啱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如果我又唔係骨質疏鬆喎，純粹係肌肉嘅減少啊咁樣，咁你更加要做一啲肌肉嘅鍛鍊啦，可能要做一啲負重運動啊咁樣，就透過呢個肌肉嘅鍛鍊咧，負重訓練咧，係刺激肌肉嘅增加，肌肉嘅質量嘅增加。以至你慢慢咧可以增加呢個肌肉嘅質量啦，就唔會有肌肉嘅缺少症啊咁樣啊。咁當然咧就由於你本身瘦嘅時候肌肉質量唔夠咧，你要做啲負重運動咧，亦都可能會比較辛苦啦，因為你本身唔夠力啊嘛，加上肌肉嘅質量本身開始嘅時候嘅起點亦都比較低啊嘛，所以咧我建議就係咧開始做嘅時候咧，好可能要揾一啲專業嘅健身教練或者專家咧，係幫助你去睇住你去做啊，俾一個適合嘅重量俾你，由低做起，循序漸進啦。咁其實你話我乜都唔知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建議可以用橡筋帶運動啦。因為橡筋帶運動咧，第一佢比較安全，佢因為本身橡筋帶本身唔會係一個好重嘅重量啦，如果佢唔會砸親你，唔會令到你受傷啦。第二，橡筋帶嘅阻力咧係根據你俾佢力量嚟去調節嘅，即係你有幾多力俾到個橡筋帶咧，個橡筋帶就俾幾多阻力俾你嘅。所以橡筋帶嘅阻力咧，永遠就唔會大過你嘅能力嘅。但係如果你真係舉重嘅話咧，譬如你舉一個10磅嘅啞鈴，舉一個20磅嘅啞鈴，其實你都唔知自己夠唔夠力舉得起，係咪？你可能舉得起一兩下嘅，舉到三四下嘅，你舉唔起啦。咁你要舉唔起嘅時候咧，你就會跌嘅咯，或者你會突然間會失手咯。咁你可能會受傷，或者會拉傷咗個肌肉都唔出奇。咁所以咧，如果你用一啲外在嘅重量譬如啲啞鈴啲巴比啊、槓鈴啊嗰啲咩甚至乎嗰啲健身嘅負重機器咁樣，如果你冇一個專業教練睇住你，俾一個建議適合你嘅能力嘅一種重量去負荷你做嘅啫，自己去做去慢慢做咧，有可能會即係有反效果，會拉傷咗啦，因為本身係起點低㗎嘛。咁但係你要橡筋帶運動就呢個情況唔會太明顯，即係唔會咁容易發生嘅，因為本身橡筋帶運動咧，你拉得喐個橡筋帶咧，你有翻咁嘅力先拉得喐噶嘛，你冇咁嘅力佢拉唔喐噶嘛，拉唔喐佢又唔會拉上嚟噶嘛，咁所以你可以試下用橡筋帶運動開始先，到你覺得啲橡筋帶運動你覺得都叫做得到啦，都做咗10下8下都冇問題啦，覺得自己開始慢慢都體能都好咗啲啦，你可以慢慢轉移到去攞啲啞鈴負重嗰啲其他嘅外在嘅重量，但係都係留意啦。都係要嗰個重量都係要循序漸進，唔能夠一次過過高。咁其實咧做呢啲咁嘅負重訓練咧，長遠嚟講咧，你慢慢肌肉嘅質量會增加嘅，亦都對骨質密度咧亦都有幫助，會增強翻你骨質密度嘅咁樣。咁當然我哋話即係其實我哋話太瘦嘅人咧，我哋要增重量咧，留意啦，我哋唔係增脂肪嘅重量，我哋係增肌肉嘅重量同埋增骨質嘅重量。就唔好專登走去食多咗嘢，令到自己去肥胖，咁呢個亦都唔係我哋想見到嘅。所以你瘦得嚟，如果你有肌肉嘅，能夠有力量嘅，體能好，OK 啦，係咪？即係大家都想瘦啊嘛，係咪？咁好多謝許教授啊！咁亦都好多謝咧咁多位現場觀眾咁踴躍參與。咁頭先咧，許教授咧都提供咗唔同嘅運動實踐健康運動嘅小貼士啦，同埋一啲注意事項嘅。咁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揾到一個自己適合嘅運動方案啦，咁可以持之以恆嘅，咁啊配合我哋嘅健康飲食啦，或者係藥物啦，咁希望可以有效控制到我哋體重啦、血糖啦，咁有一個健康嘅身體嘅。咁啊，多謝許教授嘅。多謝晒各位嘅聆聽，多謝晒。多謝。咁咧，我都借呢個時間啦，可能買少少廣告，我哋嚟緊下個月嗰啲講座系列嘅。咁咧，我哋咧下個月1月30號，我哋請嚟丁兆偉醫生同大家分享翻控糖有妙法㗎喎。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啦，記得唔好錯過嘅。
咁咧，如果咧大家咧都想第一時間啊收到我哋嘅資訊啦，都可以訂閱翻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咁同埋咧都可以分享翻俾大家嘅家人同朋友噶喎。係啦，咁呢個咧我哋就係我哋嘅講座下個月嗰個講座嘅資訊啦。咁啊，紅堂有妙法，咁啊丁醫生啊就會同大家分享翻啦。咁啊，我咧都會咧想同大家分享翻啦我哋嘅計劃啦。咁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啊，參加呢個賽馬會精準防控早發性糖尿病計劃，咁咧只要咧合乎資格咧就可以參加報名㗎啦。咁啊，只要年齡咧係18至44歲啦，本身冇糖尿病，咁但係咧有至少一個糖尿病嘅風險啦，咁就可以參加㗎咯喎。咁啊嚟緊呢1月，我哋都會喺唔同嘅地方啦去舉行一啲愛滋活動做招收嘅。咁我哋喺場內咧都會做翻度翻啲身高體重啊、血壓啊、篤手指睇血糖啦，咁啊收咗口水嘅樣本去作基因測試，睇翻嗰個糖尿病嘅基因風險嘅喎。咁合資格人士咧，仲會有機會去參加一個為期2年嘅計劃㗎。咁如果大家咧真係有興趣嘅話咧，咁可以喺我哋個 QR code 報名。咁咧，如果呢啲時間都嚟唔到嘅，都可以喺個 QR code 咧留低你嘅個人資訊。咁我哋咧有合適嘅時間都會聯絡翻你哋嘅。係啦，咁啊，今日嘅時間咧就去到嚟呢度啦。咁我哋再次多謝咧許教授嘅分享啦。咁我哋嘅下個月嘅時間咧再見啦，多謝晒，Thank you，拜拜。